台湾有120万个新兴障碍者，大约是占总人口的5%。台湾自2014年就实行联合国新兴障碍者权利公约，其中强调国家有责任支持新兴障碍者过有尊严的生活。不过有团体就指出，台湾照顾新障者政策无够，目前所看到4个总统参选人也拢无提出相关的政见，应该详细来检讨。 这新疆团体11日立法院召开记者会，总统大选时间愈来愈晚，新兴障碍者占台湾总人口5%。因对台北乡市的总统参选人发声，要求提出照顾新兴障碍者的政策，落实联合国的新兴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。政府要设立 CRPD 权利的办公室，来推动我们的障碍权利。第二个。 地方政府要设立单一服务的窗口，无障碍及资讯禁用专法，身权法要设无障碍的专章。另外，身心障碍者的平等法也要特别的设定。 团体指出，台湾新兴障碍者的政策定有中央地方无对等，下部会沟通无够一寡问题，地区政策无法度真正照顾新兴障碍者。学者讲，亲像目前政府予新兴障碍者的看护补助，大部分拢放伫照护机构，认为应该增加资源，给补助踮伫咧社区生活的新兴障碍者。咱有95%拢住伫社区内底。 啊，毋过阮社区竟然拢无钱，也就是政府也是佮用迄个古早时代的时，认为说咱身心障碍者就是足可怜的啊，甲伊送去远远的所在。除了要求总统参选人爱提出实体政策，伊也希望各政党伫不分区的立委名单、安全名单当中爱有新兴障碍者，也是有新兴障碍者意识的人士，通伫国会为因发声。记者郭文亮随台北报道。